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歌手陈空格，有一个外号小王立友。去年的9月，红绑票掠去关里的缅甸诈骗园区，亲戚朋友经过半年的努力，总算甲救回来。陈空格讲到迄段日子，脑光啊甜，讲逐工拢足想厝的。每天都会想到家。关于伫咧缅甸诈骗园区半年，陈空格讲，心理上的折磨比身体口零治更加艰苦，佮讲到目眶红光光。我每天做梦都梦到家，可是每天醒来，我还在缅甸。有小王立友之称的歌手陈空格，为缅甸诈骗园区脱身返来台湾，伊的手较只偏含面，佮留下口零治混车。陈空格讲，因当地水一歹，空水歹好，对方看到伊口绑票事件上新闻，就甲伊跌个愈惨。泼水，在里面不能睡觉。然后就是会时段性的对你进行殴打。陈空格讲到，因为对方暴力威胁，伊爱和真济被害者连续开讲，不过尾仔伊拢会甲对方讲，家己是诈骗集团，希望对方莫去骗。去年9月，陈空格前往泰国曼谷旅游去绑票，落尾去押到泰国泰昌园区，伫咧细金房间关14天，搁去中人卖到缅甸高级园区关33天，尾仔搁去卖到转运的。兵站等待交休，可惊是身心障碍，则无搁转去诈骗园区。到尾也是经纪人的朋友可乐高淑琴，陈空格则伫咧今年3月红绑出来。我感觉他们要拿2笔钱呐，就是妈妈这边拿完之后，人才愿意让我们另外请去营救的人接走。那一次没有成功。还人欺骗陈空格去泰国的主嫌陈先生，即摆经口抓起来，进行过下机上地检署。如今陈空格定验卖去唱歌，嘛对家己讲，即摆唔惊失去啥，敢若问剩什么，咱拢爱好好善用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